过选前来关心国防的消息，中共二十大了后呢，国际上真关心台海安全，所以讲，和陆军航特战部为25号开始，伫恒春保力山三军联训基地，小林山3天进行的空用武器，又是空中用武器实弹射击这个操演，嘛特别引起注意。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训练，本来拍算干那8台目镜蛇攻击型的直升机，也毋过现场 OH-58D 直升机嘛加入实弹射击的训练，分别拍海神火箭、2孔的机炮加5孔的机弹枪，这个机枪弹呢，这场面是气势集中。直升机伫咧空中小刷对地面开枪。轰隆隆叫的炮声真震撼，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为10月25开始，伫咧恒春保力山三军联训基地进行小连续3天的射击操演。即摆航特部本来敢派8台蹦死枪攻击直升机，尾后阁派3台直升机来加入操演，使用有针对大范围射击的2孔机炮和5孔机枪炮。和瞄准目标射击的2.75海神火箭炮。一早的训练为8点半直到超载点结束。其目的在使官兵熟认射击技巧，精进空地直管作为，以力提升整体联合作战效能。那上尾一天的演训，除了天气真好，风袂透，嘛无受到强击的干扰。昨天的话，我们记录到的是有6次，应该是他们想来窥探一下我们的讯息。因为中共20大弹结束，国际拢伫咧关心台海安全。这3天的空武实弹射击操演，才受到注意。这3天操演拢真顺利，嘛展现陆军航特部因精准的射击和部队战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